好多時有好多人，佢哋念咗10幾年佛，仲係得唔到佛法嘅好處。記住，修行係要與生活互相融合。你日常嘅行為唔檢點，老習氣仲係唔改，習氣一多，障礙就多啦。咁樣念佛係唔能夠消罪業，既然唔能夠消罪業，又點可能增福慧呢？記住，洗心革面，將人格完全改好，到時你隨時修佛就隨時得益。雖然你未必明顯咁睇到好處，但係正業種子已經種下，只係等待花開見佛啫。